農曆2月13日係洪聖誕，佢既係香港傳統節慶，2014年更加列入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。究竟洪聖誕嘅起源係點樣？又有咩特別嘅慶祝活動？有指洪聖係南海之神，亦即係廣東流傳嘅火神祝融。早喺隋朝，廣州就出現咗第一間嘅南海神廟，但坊間亦都流傳洪聖係唐朝嘅番禺刺史洪熙，佢為人廉潔，曾經設立氣象台去預測天氣，造福漁民同出海貿易嘅商人。可惜佢英年早逝，被朝廷追封為南海廣利洪聖大王。到底邊一個講法比較準確？依家已經無從查證，但無論佢嘅真實身份係邊個，都冇辦法動搖佢嘅守護神地位。依家全香港大約有20幾間嘅洪聖廟，其中西貢滘西洲嘅洪聖古廟係有超過100年歷史嘅法定古蹟。廟宇建於清朝光緒年間，每年嘅洪聖誕，捕魚為生嘅滘西洲居民都會嚟到呢一度祈福，成為咗每年嘅大型慶祝活動。唔同地方嘅洪聖誕慶祝活動都各有唔同，其中上水河上鄉嘅洪聖寶誕慶典，重頭節目就係搶花炮。村民會聚集喺空地，爭奪由火藥或者氣壓炮發射嘅炮籤，奪取好意頭。勝出者可以供奉花炮1年，等待明年歸還，同時附上燒豬、燈籠同香油錢等等去還神。不過由於以前村民爭奪花炮嗰陣，經常都發生衝突，所以由1940年代開始，好多地方都唔再舉行搶花炮活動，改為抽籤或者卜杯形式進行。只係得少數地方好似河上鄉咁樣保留住搶花炮嘅傳統。